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教会上联事工纪念主日，嘛是中央敬老的礼拜。咱若有安排敬老活动，今仔日礼拜中，咱看到上联诗班唱3首诗，带咱来敬拜上帝。我伫即几个月中间，也有2、3届机会，甲上联团体讲话。讲了，我拢有一个感觉，讲到牧师娘，阮心内一直伫想一个问题，迄个问题就是，他们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年轻？因是安怎看起来很少年？人心内若快乐，自然就袂老。咱的少年团体因有共款的信仰，佫有相共款的年龄层，所讲的话，大家拢听有，所以自然因斗阵的时就真快乐。我知影有个教会，甲上联团体改做双鹤团契，是安怎恁知无？因为双鹤团契，台湾话读做啥？上好团契，这就是上好团契。嘛，咱教会咱会议中间若有50、60岁以上，咱拢会参加这个上好团契，互恁会当伫主耶稣保守下面，有活泼的心情，有健康的身体，佮有精英的灵，来行世间的道路。伫今仔日，我要进入咱的主题进前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兄弟姊妹，自从你信耶稣了，你捌对人传过福音无？还是讲你捌对你的亲朋好友见证耶稣伫你的身躯顶对你的改变无？若是毋捌，会早起的信息，我相信对每一人拢真重要。会早起，咱要对约翰福音第9章来看一个，互耶稣医好青病的人，伊勇敢为主做见证。伫第1节，则写讲耶稣过去的时，看见一人出世就青面。对犹太人因的观点来看，一个人若出世就有缺陷，一定是伊前世人有犯罪，无就是伊的父母犯罪，所递到影响到这个囝儿。所以，而且有一个咱咧讲到一个因果论的思想伫这内面。所以学生马上就问耶稣，讲rab比，这人出世就青面，是对治罪犯罪，是伊本身，还是伊的父母？兄弟姊妹，这是一般人的思想。一般人的思想，咱看到这样代志，就会随时想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耶稣伫遮突破了一般人的观念，用无同的角度来看这样代志。第3节，耶稣应讲，这人无犯罪，伊父母嘛无。独要对伊来显明上帝所做。英文圣经写讲，互上帝的工作会当互人看见。这句话就是讲，互人有机会看到上帝所要做的工作。耶稣就配烂骨头抹入这个青面人的目睭，对伊讲：你往西罗亚的池去洗，伊就去洗，倒转来已经看见。伫遮咱看到这样事。就是耶稣用一种超自然的方法，用伊所带来上帝的权柄来开这个人的目睭。这个人出世就是青面，总是当伊拄到耶稣了，伊的性命有一个改变。对本来看无，所以看无自然大汉了，伊就伫路边诚多乞食。总是即日耶稣开了伊的目睭。兄弟姊妹。伫咱生命中间有2项代志真重要，就是光甲目睭。耶稣伫9章39节甲咱讲，有真侪人因的目睭看有，总是因内面却是青面的。搁较惨的，就是因家己青面，总是家己也毋知。因若是知，因会当求耶稣来甲因开因的目睭。耶稣来，伊本身是世界的光。伊第5节，耶稣讲：“我是世上的光。”伊是世界的光，伊是要来开人心灵的目睭，
来改变人对物质、对生命、对永恒的看法。耶稣嘛改变咱的价值观，伊毋但开了咱心灵的目睭，伊阁开了咱本来甲上帝已经断去迄个关系，迄条生命线，耶稣来甲咱连接起来。我想我用一个譬如来讲，咱可能听较有。伫咱的厝顶有真侪电火泡啊、灯泡，总是较重要是啥物？伫咱厝顶内面有电线，迄个电线将这个电火泡啊连到电源所在，或者电火会倒。所以，迄个电线若无连到电源的所在，咱面顶电火泡啊，无论偌大，油源拢是无法度发光。耶稣来就是将咱心内迄条线，参上帝连接起来。所以，当你甲上帝中间的线连接起来时，上帝能力真自然会当流到你内面，所以你的心灵内底光就倒起来。你会当伫遐来看到讲，我来到这个世间是要做啥物？我到底甲耶稣、甲上帝有啥物关系？将来有一日，我生命结束时，我要去倒落？耶稣来，伊真做光，开了咱属灵的目睭。所以，什么叫做属灵的目睭？你看耶稣伫世间的时，伊所看的，迄个眼光，参咱的眼光无共。伊看遮触礁啊，耶稣是看到上帝疼；伊看到山里一蕊花，耶稣是看到迄个生命的可贵；伊看到送养妇人奉献2仙钱，耶稣讲啥？讲伊奉献的比遐个人、其他人拢较济。另外，当玛利亚拍破玉盘，将香油倒伫耶稣头顶的时，学生讲啥？学生讲浪费，讲遐尼浪费要做啥物？总是耶稣讲伊行的是一件好事，一件美事。耶稣讲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，传这个福音，嘛要讲起这个妇人人的所做来纪念伊。所以伫遮，咱会当看到，当咱信主了，咱内面迄个灵情是不断的进步。伊对人生的看法，就伫遐改变。哪朝参主的眼光，哪受伤。你会晓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，这就是你灵情的进步。咱拢知影有一个真出名脑性麻痹的美术家、画图家，叫做黄美莲。黄美莲伊捌来台南，我捌听过伊讲的见证。伊讲伊生出来就是脑性麻痹，所以规身躯软糊糊，袂讲话嘛无法度徛。总是伊的老母无甲伊看做是一个无路用的囡仔。有一寡老母、老爸啊生着即款囡仔会安怎？会甲送去孤儿院，也是甲等伫路边互人捡。因感觉讲，即个囡仔会真做因家庭的负担。总是即个老母，伊会晓用上帝的眼光，用疼心、用耐心来照顾即个囡仔。伊相信上帝袂互一个人来到世间真做无路用，无论伊的条件怎样。而即个囡仔到6岁，也袂晓徛，也袂晓讲话。即个老母逐日为伊祈祷，上帝心意伫遐开始来发生。渐渐，伊会晓行。伊嘛会晓讲话，总是伊的手依然是萎缩，面嘛是歪歪，真歹看。伊的老母逐日骑脚踏车接送伊去学校，伫学校有个人为后壁甲小甲车一下，超工甲拍一下，这就是世界。世界就是安尼，总是伊的老母用不变的疼来照顾这个查某囡仔，来鼓励伊。后来，因的家庭移民到美国，所以伊就照一般人的程度去读册。伊讲读大学时有一届，伊听到边仔有人咧讲即种人嘛敢来读大学，意思是讲，亲像即种外表无完全的人来大学要读大学要做啥物？伊等于到厝甲伊老母讲，伊真伤心。
伊老母甲伊安慰，讲你毋免伤心，你应该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你家己，毋是用人的眼光，因为你是上帝的查某囝。果然，黄美莲到尾摕到博士的学位。上帝互真侪人人生拄着苦难、拄着逆境、拄着缺陷，来彰显上帝的作为，来互人看到上帝的疼，来互人看到上帝的关联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是安怎你一定要来认捌这位上帝，因为伊毋但创造你，伊阁将伊的灵放入你的内面，伊要帮助你发挥上帝创造你的目的，伊要帮助你开你的目睭，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。今仔日耶稣伫遮嘛帮助咱用正确的方法来看时间。咱看第4节，第4节耶稣讲：日时要是日时，咱着做找我来的工；暝时要到，迄碟就无人为做工。所以照伊学生的看法，即摆是日时，总是耶稣讲暝时要到，意思是啥物？就是要把握上帝予你的机会，迄就是你的日时。机会一个过，暗时到，咱就无机会啊。所以咱捌看到一寡人，细汉嘛有来教会，嘛有读主日学，嘛有听过福音，伊嘛有看到因的朋友，因为信主性命改变，因看到这朋友生活真喜乐、真平安。因嘛有迄种较无心，总是因无掠着机会。有时间一个过，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，伫这段时间内面，因为因无认捌上帝，因就照世俗的方式来生活，建立因的价值观。直到有一日，上帝予因机会，上帝拍开因的目睭，因才伫遐讲：20年前、30年前。我若迄当阵朋友对我传福音，我若会当认捌这位主，今仔日我的人生、我的家庭一定真做无受伤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就是你的日时，你爱抓住机会，你爱来亲近这位上帝，因为这是上帝予你的机会。暝时就会到，就无人会做工啊。今仔日上帝拣选伊的百姓。来到这个世界，上帝要予咱，要予咱有新的眼光来看到伊所要发展的代志。咱来看耶稣怎样看这个人做见证，伊是什么人？伫9章35节，耶稣听讲这个法利赛人甲伊赶出去，后来耶稣拄着伊，耶稣问伊讲：你信上帝的囝无？伊回答讲：主啊，之所以是上帝的囝，叫我信伊。耶稣讲：你已经看见伊，现在甲你讲话就是。这个什么人马上讲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耶稣伫遮见证，伊是上帝的囝。2000年来，耶稣基督伫世界运行，伊是神伫世界行使的权柄。咱看使徒保罗，使徒保罗伫信主以前，伊对学问、对律法、对权势，伊看做真重要。所以当伊前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伊拄着国外主，伊认捌主了后，伫腓立比人书3章第79、第9节，伊安尼讲：若是平素做我利益的，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。毋然呢，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，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。我为着伊，捌损失一切，也看做本事，是爱长长来得着基督，来惦伫伊。耶稣基督，互咱一个新的眼光，互咱会晓用无共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。有一个牧师 Dan Carbon， 伊捌对伊的囝讲一个见证。伊讲伫高中上尾年，迄当阵发生的见证，用这个故事来勉励伊的囝，甲伊的囝讲：你是上帝的囝儿，上帝会互你用无共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你嘛要付出代价。伊讲伊高中上尾年伫学校
有一门课，社交课。开这个课要创啥？就是要训练这个高三的学生，后日进入到社会公共场所了，伫男女中间相处迄个礼仪。有一节课是老师安排这个查甫的学生进入到教室，邀请这个女同学跳舞的一节课。伊讲迄日，伫迄日这个女的同学因为穿真水坐在教室里面坐一排男生入来了，邀请因所欢喜的对象同齐跳舞。伊讲前一日，伊的老师 Miss Owen 甲伊讲等，明仔载即个社交课，我望你选 Mary 做你的舞伴。伊讲我听了这样的代志，敢若去互雷讲着共款。伊讲老师是你讲毋对，还是我听毋对？因为当时即个等是学校内底真出名的运动选手，成绩阁真好，所以伫学校内底敢若好像一个明星。迄个 Mary 是无水挂一支规千度的目镜，行路行到头尾一边悬一边低。伊讲心内想讲老师，你叫我选伊，你是毋是有讲毋对？结果这老师佫讲一句话，讲你若是基督徒，你就爱安尼做；你若是基督徒，你就要这样做。迄暗转去，伊想一下，最后伊决定要安怎做。伊讲隔日迄个日，毋知老师超工还是安怎，互伊行第一个啦。伊讲你若互我行上尾个，选到尾无人通选我选 Mary， 无代志。你互我行第一个，所以伊讲伊行入去时，所有的遮个查某学生头壳拢举起来，笑笑看伊，望伊会选伊。伊讲伊看上后壁一个女的头壳咧咧伫遐看头门外口。迄个就是 Mary， 所以伊入去了，伊全伫遐大声喊，讲 I choose Mary， 我选 Mary， 用全班人轰就一声，大家踹一条。伊讲伫迄个瞬间，当我叫 Mary 的时，我一世人都永远无法度袂记。迄个查某囡仔头抬起来，脸上露出笑容。目睭紧起来，然后大步行出来，参我跳舞。伊讲，迄是我高中上尾年的一个经验。我学习到一个功课，伫这个世界，你要用耶稣基督眼光去看遐个卑微的人，看遐个有缺陷的人，毋通照世界的标准对家己好的永远是好，是爱照耶稣的眼光去看。伊讲，选迄个查某囡仔的报赏是有够大。因为伊笑容永远留伫我的头壳底，无法度袂记。伊讲，迄节课了，有两个查某同学来找伊，迄两个查某同学就是望伊会使选伊，迄两个。因甲伊讲，伊讲阮煞毋知是老师叫你选伊的啦。迄两个学生查某同学安尼甲讲，伊讲毋是，老师给我提议，但是我自己决定我要选他的。人有时，咱做法爱学习用上帝的眼光。咱等来看第9章25节，这个深米人直接讲一句话，这句话讲出历史上千千万人因的心声。伊讲，伊是有侪人暗示我毋知，只有一件事我知，就是我前深暝，现在我会当看见。兄姊妹。什么叫做见证？见证就是将耶稣基督伫你身躯顶所做你的经验对人讲出来，讲互别人听。遮个周围的法利赛人，因看到这个深暝人目睭看有，阁是耶稣家医的，遮个人无爱相信，伊嘛无愿意相信，是安怎？因惊有更较侪人来信耶稣，所以因就想办法要甲这个深暝人喙封起来。因叫因老母、老爸来问，爸母毋敢讲，爸母伫遐讲啥？讲我这个囡仔已经大汉啦，你去问伊就好，我毋知。
总是阮知影，伊是阮的囝，无毋对。生来就青眉，想开的目睭，阮毋知。爸母毋敢讲，总是即个青面人伫遐好胆见证讲我前青面，现今已经看见。有一个人叫耶稣，伊用胶涂抹我的目睭，叫我去西罗亚洗，我一个洗就看见。兄姊妹，今仔日是安怎有真侪人毋敢为耶稣做见证？现在你已经真久无即款经验，我以前安怎，我现在安怎？咱真久无即种经验啊！现在当你信主了后，信主久，时间一直过，迄个信仰有当时啊嘛会麻痹、无感、无感觉。你的目睭一直遐咧看即个世界，无仰望主，无看到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你流的血。无听到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替你的祈祷，所以你情愿将主耶稣放一边，来跑走世间的道路。你就久久失落，捌经验主，所以你无半项通讲我前安怎，现今我安怎。咱来看即个青面人，什么叫做灵性的进步？即个互耶稣医好目睭，即个青面人伫十一节。当耶稣开的目睭了，耶稣边问伊讲：“你的目睭是安怎开的？”伊回答讲：“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焦头过我的目睭，对我讲：你去西罗亚池洗，我一日去洗，就得到看见。”伫遮伊请耶稣做啥？有一个人名叫耶稣。第17节，当法利赛人问伊讲：“伊既然开你的目睭，你讲伊是甚物人？”伊才应讲，伊是一个先知，他是个先知、先知人。到32节，这法利赛人骂这个青面人讲：“阮知影有摩西，总是阮毋知，这个人对倒位来。”这个青面人意念讲，自古早以来，毋捌听见出世青面的有人开伊的目睭。这人若毋是对上帝来，什么嘛袂当做。所以，伫遮请耶稣啥对上帝来，到第35节，等伊互人赶出去，耶稣找了伊的时，耶稣问伊讲：“你信上帝的囝无？”伊回答啥？伊讲：“主啊，之水是上帝的囝，互我信伊。”耶稣讲：“你捌看见伊，现在甲你讲话就是。”这个人马上讲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就拜耶稣。所以伫遮，咱看到这个青面人。耶稣毋若拍开的目睭，耶稣搁较拍开心灵顶面的目睭，互伊对耶稣的认捌，对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证到伊是一个先知，搁证到伊是对上帝来。到最后，伊讲：“主啊，我信，就拜伊。”所以兄弟姊妹，今日咱所需要，就是各遍倒来到主的面前。求主拍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见上帝所要互咱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，是何等的丰富。当门徒看到耶稣互人钉十字架了，因会惊，因去自入一间厝内，告哀主，伫遐对因显现，甲因讲愿恁平安。你有相信主耶稣伫咱的中间无？你捌甲伊讲话无？你要做一项代志印证，还是要决定一项重要的事进前，你捌问伊无？你有互耶稣进入你的心中无？耶稣直接讲去洗，你就会看见。今仔日基督恩典已经为咱备办好势，总是要有一寡人来教会一段时间，但是因犹原咧丢毒，毋敢受洗。主耶稣直接讲去洗，你就看见。所以，咱应该是接受主了，就勇敢受洗，甲主入约，因为伊是你的主，伊要开你的目睭，互你看见上帝为听伊的人所备办的，是目睭毋捌看见，耳孔毋捌听见，有奇妙恩典伫听候你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会晓掠着今仔日。今仔日是日时，总是暝随要到。
掠着机会，互上帝成做咱生命的主，互上帝看到咱是伊的囝儿来听咱，嘛，互咱会当得到阳光、喜乐、甲平安伫咱的中间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向阮的主感谢你，互阮会当几一遍进入你的圣殿，伫遮阮来敬拜你。我嘛感谢你为阮来到世界，成做世界的光，嘛成做阮生命的光。主啊，阮无愿意继续活伫迄个黑暗的中间，无目标、无方向、无终点。恳求你搁一遍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看见你的奥妙，嘛互阮会当好胆对人见证，讲阮前怎样，今仔日是怎样。愿主帮助阮，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